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南韩军方15证实，这北韩甲连接南北韩的京畿线、东海线部分交通路段崩掉。北韩讲是因为南韩最近用无人机去到因遐野宣传单，才会甲这交通来毁掉。不过京畿线和东海线互看作是南北韩和平的代表，北韩单方面的行动，互外界认为是南北韩已经是拍歹关系啊。北韩的阿兵哥准备引爆，过来就出现兵器的画面，刷图是夜夜飞，边仔的蓝色路票用韩文甲英文写一路顺行再会，看起来真考死。乌托机甲各种重型的设备也驶入去这个路段，协助后续的铁路工程。这是南韩陆军无签名提供的画面，后边去的是连接南北韩的经济线道路。南北韩局势真紧张，北韩伫初九对外公布已经切断和南韩连接的所有公路甲铁轨路，开始边境的设防工作，并且抢攻要甲连接两韩的交通兵器。伫当地15中昼12点，北韩有影伫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，经济线甲东海线部分连接道甲兵器断绝双方的陆路交通。根据南韩军方接下的情报，北韩对去年底就一直伫军事分界线四边带地雷、铁电火条啊、铁轨路甲附近的建筑物，准备兵器的工课。因为根据韩联社的报道，虽然互兵器的经济线甲东海线拢伫北韩内底，说是南韩开钱开1768亿的韩元贷款互北韩收起的，换做苏当时的贷款汇率，等于是代票43亿。虽然讲是贷款，不过北韩将来毋捌还过这条钱，而且讲兵就兵。北韩即届并掉道路的原因是伫11南韩的无人机侵入平壤的天顶，并且野大量的传单。传单的内容针对金正恩甲伊的查某囝金主爱，指控因伫北韩人民面对困境的时，有缘开大钱买名牌，并且强调南北韩年收入的政策。北韩官媒报道讲，这内容已经互朝鲜的人民真生气，认定是严重的欺抗行为。 한국인으로서 당연히 좀 안타까운 심정이고요. 조금 더 우리가 활발하게 교류가 좀 이어져서 좀 더 회복이 되었으면 좋겠는 마음입니다. 好看做是和平代表的经济线甲东海线，和北韩单方面兵器，外界解读做南北韩关系宣告变面。南韩军方伫北韩并调铁轨路甲车路了后，是向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射击。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，目前北韩的爆炸行动无互南韩带来损害，不过军方当咧严密监控北韩。公司新闻新录背编译。